全台湾头一座用声音做主题博物馆，就伫咧屏东恒春，甲恒春半岛的千言万语农村换做声音，透过声音记录着传统的恒春民谣、百万古调，带大家熟悉恒春的人文历史。阮倒着哭起来，迄落山风。这条歌唱出落山风甲恒春的连结，透过这个机器，民众会当家己选歌，内面有济济民谣，拢唱出恒春半岛的特色文化。恒春民谣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这栋位伫恒春的声音博物馆，团队开1年时间，伫恒春半岛调查甲收集声音，对邦山到满洲，甲恒春半岛的故事用声音呈现出来。民谣对恒春人来讲是上重要的传统记忆。在唱的时候，搁做这工课，就会感觉轻松。所以民谣吼是阮恒春半岛吼足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。伫咧无共款的所在，你会听到无共款的自然声甲人声呢。声音博物馆的展场是以恒春在地，包括古城甲民谣过去的特色为主，采集恒春半岛的自然环境、生活、音乐艺术甲在地连结，记录恒春的人文地景。除了民谣，阁有排湾族的古谣、古物，互民众毋那用目睭观赏，阁会当用耳孔听，感受在地风情。咱恒春半岛吼，应该是上有迄个条件做这个声音的博物馆。最主要就是因为阮希望讲吼，把迄个阿嬷、阿公唱民谣的声音留落来。恒春民谣馆6月才启用，嘛正做全台头一座声音博物馆。除了博物馆，2楼是规划做图书馆，济济有关恒春半岛历史故事，互民众会当体会到恒春民谣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性。记者钟怡辉、邱兆勇，屏东报道。